世尊曾经身为一只巨大的乌龟，有500商主去大海取宝的途中，船只毁坏，濒临死亡。这时，乌龟以人语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全部挤在我身上，我救度你们到彼岸。”于是他将所有的商主带到岸边，因疲惫至极，到了岸边就睡着了。那所以500个商主全部都是已经是逃离了这个怎么说呢，死亡的这个障碍但是呢，乌龟它自己呢就是太累了，就是游水游的非常的累嘛，所以就到了岸边的话，它就先休息，就是入睡了，睡着了。当时有8万只蚊子吸于它的鲜血。乌龟醒来后，看到这种情景，心想：如果回到水中，或者就地翻滚，恐怕这些蚊子都会死亡。于是他依然如什么？如故躺着那里，舍弃了身体与性命。世尊成佛时，当时的8万只蚊子转生为8万天子前来闻法，最后都现见真理。所以我们平常也是发心的时候也这样发心嘛，或者回向的时候也一样主要的我们当然就是为一切众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里面一切众生是有3种的分别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一种是对我最亲的，一种是对我最不亲的烟蒂，亲跟烟亲2个嘛。另一种是跟我这是没有关系的，无利无害的，就这3种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3种都是我们要作为主要的回向的对境。但这里面呢，最主要的就是我的亲人跟烟人，烟家跟亲家都是很重要的。尤其跟我们有任何关系的，主要是我们看过的，我们用肉眼看过的，或者是他看过我的所有的众生，都是不是一般的。从整个的轮回的时间那么长，众生的数量那么多，以这些里面呢，就是这一生当中看过我们的，我们看过的都是有比其他很多的众生来说的，就是有特殊因缘的。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会产生喜欢的跟不喜欢的，会出现对你有帮助的跟对你有伤害的都会有了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最主要的作为那个回向的对境。所以相当呢，就是在8万只蚊子呢，就是对这个乌龟呢，实际上来说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恩的嘛，对不对？从表面上看的话，从我们实践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8万只蚊子对这个师尊的这个师尊的这个前世乌龟有什么恩德呢？没有恩德以外，他的生命也是他们拿走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使用了他的血肉，同时最后也是他的生命也没有了，所以他就是相当就是出人，对不对？并不是恩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以我们修持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就我们平常就是修行的时候，任何时候都是说我们佛教的这个佛法的核心，我们成佛的主要的道路是菩提心。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，我们成不了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修持菩提心的情况下，没有众生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成佛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像那个修行八颂当中呢，第一句第一颂的这个4句里面都是讲众生是摩尼宝。我把众生当作摩尼宝来看，摩尼宝是什么？就是如意宝也好，摩尼宝也好，反正就是最珍贵的那个东西。
那么就是对我最好的，而且我要什么都是会给我的那种，就是无穷尽的所有的东西，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能够可以在一个地方拿出来的话，那就是如意宝，那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东西嘛。所以呢，我们把所有的众生当作是一个如意宝来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有众生，所以我们可以成佛。如果今天没有众生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修持菩提道啊，我们没有可以发菩提心的对境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发菩提心的对境，我们怎么能够可以成得了佛呢？所以我们就是学菩提心，那个愿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去发愿。因为有众生，我们知道地狱中很多很多我们的父母啊，恶鬼当中也是，所有的恶鬼都是我们的父母。那么畜生、人类、天道、阿修罗道，反正三界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都是有痛苦，因为是众生，众生有烦恼贪嗔痴，所以众生是无明，因无明产生的众生，所以呢都是有痛苦。所以他们没有痛苦之前呢，就是我必须得要度化他们。我是为了所有这些众生在要修持佛法，我们就是愿菩提心，是这样来愿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修行菩提心的时候呢，就像我们看这个师尊的前世啊，那么在变成乌龟的时候，500个商人，他可以度化500个商人。那如果是一个乌龟没有碰到500个商人的话，在大海里面游来游去，游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嘛。就是在大海里面的那些乌龟，是经常都是，反正就是度过一生，在这个大海当中，总有一天它会死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就是同样的，很多的乌龟也是一直在大海里面，就是度过一生的都有嘛，就是无数的乌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没有那么伟大，就是有出现了500个商人，他就可以度化这500个商人。就是让他们度过他们的生命的这种危险，所以就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。同时他在岸边呢，就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，有8万只蚊子，就是吃了他的肉，喝了他的血，然后他最后看到的时候，他就为了这些蚊子啊，所以他没有翻滚，也没有进入水，那他就那里就放下了。为什么放下？他觉得这些蚊子很重要，800只蚊子很重要。那么我自己是一个生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放下了生命，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自轻他重的菩提心。那乌龟是不是学过这个自轻他重的菩提心的？他有学菩提心的这个修菩提心的学处，他就是很清楚哦。到了这个时刻，那我现在该这样做。是不是这样？但没有，但是自然而然，他的起心动念是正确的，啊，这就是佛法。起心动念正确，它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呢？相对的该有的结果是会产生的。所以呢，他最后就变成又可以度化800只蚊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导师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自本作为着康中